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小干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小干是台湾钱阴骹肉。伊的意思是讲，台湾这个所在的钱是坐甲会当阴过骹肉，就是在形容台湾是一个宝岛，要讨趁真简单，满世界拢是钱的意思。这句话是用伫表达1980年代的台湾，迄时的经济政策配合着相关的经济活动，加上农业技术的进步，互咱这块土地的人民所得增加，生活水准称悬，嘛一步一步为传统的农业社会行入去工业社会。经过40几冬的发展，咱台湾会使讲是一个经济发达、生活富裕的国家。虽然讲台湾钱阴骹肉，毋过规个大环境是对世界的潮流伫咧改变。咱有缘爱付出心力来趁钱，只要有实力肯打拼，人人拢有机会食做好野人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